世上嘅人經常會覺得，我哋嘅禱告好似對住空氣說話，好似上帝呢根本冇回應到你對佢發出嘅呼求。究竟係咪咁樣發生嘅呢？而事實上喺聖經裏面，當人真誠向上帝發出呼求嘅時候，其實上帝係會藉着行動去回應人嘅禱告。但願我哋同樣都有耐心，等待上帝嘅時機，等待上帝用佢自己嘅方法回應我哋嘅祈禱。喺聖經入面就係不斷嘅重複提起希伯來人救恩嘅經歷，藉着呢一啲上帝拯救嘅事蹟，重新嘅去提醒猶太人同埋聖經嘅讀者，要知道上帝必定會行動。而當上帝發出行動嘅時候，佢所做嘅事情係超乎我哋所想象嘅。上帝喺出埃及嘅作為，可以話係貫穿咗成個拯救嘅歷史，唔單止將人從埃及法老王嘅手拯救出嚟，更加要有一個永恆嘅計劃，要將人從魔鬼撒旦嘅手，從罪惡嘅裏面救贖出嚟。呢一個係一個拯救嘅故事。所以當我哋讀到出埃及記嘅時候，其實我哋好容易會睇見上帝嗰個永恆並且普世嘅救贖意義。當人類嘅社會制度帶嚟壓迫嘅時候，上帝係聆聽受壓迫嘅人佢哋嘅呼求，並且佢會採取行動。至於呢個行動係點樣，未必係會用我哋想到嘅方式去行事。上帝有佢奇妙嘅作為，而喺舊約聖經出埃及記裏邊所記載嘅，就係上帝用奇妙嘅作為，將人從埃及地拯救出嚟，去成就咗佢同亞伯拉罕嘅後裔所立嘅約，俾當時嘅人知道，上帝嘅立約係仍然有效。出埃及記嘅拯救故事，係成就住上帝嘅應許，向世上每一個仍然身在埃及，即係受到奴役、受到苦待、被捆綁嘅人，上帝嘅拯救仍然能夠臨到當中。上帝點樣施行呢個拯救計劃呢？喺出埃及記嘅第1同埋第2章，我哋睇到摩西嘅出現。摩西係希伯來人，卻因為要逃避追殺而生於埃及公主嘅家庭，而喺當中佢係受到希伯來人嘅文化同埋教育，以至後來輾轉佢離開咗埃及，逃難嚟到曠野嘅地方居住，成為牧羊嘅人。而今日上帝就要對摩西說話。出埃及記第3章第1節，我哋一齊讀啦。摩西牧養他岳父米甸祭司葉忒羅的羊群，一日領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上帝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裏火焰中向摩西顯現。摩西觀看，不料荊棘被火燒着，卻沒有燒毀。摩西說：我要過去看這大異象，這荊棘為何沒有燒壞呢？耶和華上帝見他過去要看，就從荊棘裏呼叫說：摩西，摩西。他說：我在這裏。上帝說：不要近前來，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，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。又說：我是你父親的上帝，是亞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。摩西蒙上臉，因為怕看上帝。耶和華說：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實在看見了。他們因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，我也聽見了。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，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，領他們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，就是到迦南人、赫人、阿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現在以色列人的哀聲達到我耳中，我也看見埃及人怎樣欺壓他們，故此我要打發你去見法老，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。摩西對上帝說：我是什麼人，竟能去見法老，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？上帝說：我必與你同在，
你將百姓從埃及領出來之後，你們必在這山上侍奉我，這就是我打發你去的證據。我哋讀到呢一度，一開始講緊嘅係摩西要牧放佢嘅外父米甸祭司葉忒羅嘅羊群。如果心水清嘅讀者，你就會知道啦。喺第2章明明話嗰個女仔個爸爸叫做流珥，點解呢度又會叫葉忒羅呢？咁呢個好可能咧係嚟自希伯來人對於太太屋企嗰邊嘅人嘅稱呼，就係一律咧用上同一個字詞去代替。所以呢，喺翻譯嘅時候，好可能流珥呢其實就係同葉忒羅係兄弟，又或者只係屋企裏面另外一個嘅男性。而由第3章開始呢，一律我哋都知道摩西嘅外父就係葉忒羅先至係正確。而故事嘅發展就係講到摩西有一日帶羊群上山，去咗上帝嘅山，就係何烈山。何烈山呢其實又稱為西乃山。喺聖經嘅其他部分呢，呢兩個字呢都係通用嘅。西乃山就係何烈山，係上帝嘅山。上帝嘅使者就喺荊棘裏火焰中向摩西顯現，燒着咗一啲荊棘，但係冇燒壞。摩西覺得好奇怪，於是就走埋去。點知呢，喺火焰裏面，上帝就對摩西說話：摩西，摩西。摩西即刻就反應：我在這裏。上帝就同佢講：你唔好行過嚟，要將你腳上嘅鞋除咗落嚟，因為你所站嘅係聖地。亦都同摩西講啦：我係你父親嘅上帝，亞伯拉罕嘅上帝，以撒嘅上帝，雅各嘅上帝，將佢嘅祖宗指明出嚟。摩西即刻蒙上臉，佢好驚見到上帝。然之後上帝就同佢講：我嘅百姓喺埃及所受嘅困苦，我已經睇見。佢哋因為督工嘅轄制所發出嚟嘅哀聲，我都聽見。所以就要打發摩西去見法老王，使摩西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。哇！當時上帝呢一個嘅吩咐非常之巨大，對於摩西自己個人嚟講呢，更加係帶嚟衝擊。因為摩西係要逃避法老王嘅追殺，所以先至流落到嚟呢一個嘅地方，先至會喺呢度放羊。如今上帝竟然係要佢翻返去嗰個地方，翻去法老嘅面前，同法老對話。呢個係可怕嘅事情，一個非比尋常嘅吩咐。但係上帝應許佢：我必與你同在。你要將百姓領出來，再翻嚟呢個山度侍奉我。呢個就係證據。出埃及記嘅信息好清楚、好明確。上帝會聆聽人嘅呼求，上帝會看顧，因為佢眼睛能夠睇見人受嘅苦，佢知道我哋心裏面嘅苦楚，佢紀念每一個屬於佢嘅人，並且上帝會予以行動去施行拯救。上帝親自去講明，佢係會主動介入以色列民當中，介入人嘅痛苦嘅裏面，為嘅就係要讓以色列百姓從呢一個埃及捆綁嘅當中拯救出嚟。然後故事點樣發展呢？第13節，我哋繼續讀落去啦。摩西對上帝說：我到以色列人那裏，對他們說：你們祖宗的上帝打發我到你們這裏來。他們若問我說：他叫什麼名字？我要對他們說什麼呢？上帝對摩西說：我是自有永有的。又說：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：那自有的打發我到你們這裏來。上帝又對摩西說：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：耶和華你們祖宗的上帝，就是亞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打發我到你們這裏來。耶和華是我的名，直到永遠，這也是我的紀念，直到萬代。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長老，對他們說：耶和華你們祖宗的上帝，就是亞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向我顯現，說：我實在眷顧了你們，我也看見埃及人怎樣待你們。我也說要將你們從埃及的困苦中領出來，往迦南人、赫人、阿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、耶布斯人的地去，就是到流奶與蜜之地。他們必聽你的話。你和以色列的長老要去見埃及王，對他說：耶和華希伯來人的上帝遇見了我們，現在求你容我們往曠野去，走3天的路程，為要祭祀耶和華我們的上帝。我知道雖用大能的手，埃及王也不容你們去。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間施行我一切的奇事，攻擊那地，然後他才容你們去。我必叫你們在埃及人眼前蒙恩。你們去的時候就不至於空手而去，
但各婦女必向他的鄰舍，並居住在他家裏的女人，要金器、銀器和衣裳，好給你們的兒女穿戴。這樣你們就把埃及人的財物奪去了。我哋讀到呢一度，接住落嚟，摩西嘅反應可以話係人之常情。佢就問上帝啦：如果嗰啲以色列人問我係邊個差你嚟呢度噶，我點樣答佢哋呢？而喺呢一度出埃及記第3章14節，上帝就親自去講出佢嘅名字，係上帝第一次喺聖經裏面揭示佢自己嘅名字，能夠讓我哋對上帝有更清楚嘅認識。第14節，上帝對摩西就話啦：我係自有永有嘅，意思就係佢從來都存在嘅，並且係永遠都存在嘅。耶和華係我嘅名，直到永遠，係祖宗嘅上帝，亞伯拉罕嘅上帝，以撒嘅上帝，雅各嘅上帝。呢啲係以色列人所非常熟悉嘅名字。上帝要求摩西咁樣去回應，要向百姓宣告，嗰位掌管歷史嘅上帝，嗰位同佢哋祖宗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約嘅上帝，如今要拯救你哋啦。呢一個係好清楚嘅一個嘅信息。但係摩西又點樣回應呢？摩西推遲咗上帝對佢嘅呼召，因為佢怕，因為佢唔知道究竟要做啲乜嘢嘅事情。然後上帝呢就讓摩西身上出現幾個嘅神蹟奇事，俾佢知道上帝與佢同在。第4章第1節，我哋一齊讀啦。摩西回答說：他們必不信我，也不聽我的話，必說耶和華並沒有向你顯現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手裏是什麼？他說是杖。耶和華說：丟在地上。他一丟下去，就變作蛇，摩西便跑開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伸出手來，拿住他的尾巴，他必在你手中仍變為杖。如此，好叫他們信耶和華他們祖宗的上帝，就是亞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是向你顯現了。耶和華又對他說：把手放在懷裏。他就把手放在懷裏，及至抽出來，不料手長了大麻風，有雪那樣白。耶和華說：再把手放在懷裏。他就再把手放在懷裏，及至從懷裏抽出來，不料手已經復原，與周身的肉一樣。又說：倘或他們不聽你的話，也不信頭一個神蹟，他們必信第二個神蹟。這兩個神蹟若都不信，也不聽你的話，你就從河裏取些水，倒在旱地上。你從河裏取的水，必在旱地上變作血。摩西對耶和華說：主啊，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從你對僕人說話以後，也是這樣。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耶和華對他說：誰造人的口呢？誰使人口啞、耳聾、目明、眼瞎呢？豈不是我耶和華嗎？現在去吧，我必賜你口才，指教你所當說的話。摩西說：主啊，你願意打發誰就打發誰去吧。耶和華向摩西發怒說：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亞倫嗎？我知道他是能言的。現在他出來迎接你，他一見你，心裏就歡喜。你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，我也要賜你和他口才，又要指教你們所當行的事。他要替你對百姓說話，你要以他當作口，他要以你當作上帝。你手裏要拿這杖，好行神蹟。我哋讀到呢一度先。當使命臨到摩西身上嘅時候，摩西並唔願意接受，並唔願意承擔。佢話百姓一定唔會信我㗎。於是上帝就要摩西喺佢身上行咗幾個神蹟出嚟，問佢手上面拎住啲乜嘢。佢拎住牧羊人嘅杖，上帝就叫佢將個手杖掉落地下啦。於是個手杖就變咗做蛇。然後上帝呢，就叫佢伸出手嚟捉住蛇嘅尾巴，嗰條蛇就即刻喺摩西嘅手上邊變翻做一個嘅牧羊人嘅手杖。上帝講明俾摩西知道，當摩西喺以色列人面前咁樣做嘅話，以色列嘅百姓就會知道佢係從亞伯拉罕而嚟嘅上帝。然後接住第二個神蹟出現啦，上帝叫佢將隻手插入佢嘅身體裏面。當佢攞翻出嚟嘅時候，隻手即刻長咗大麻風，好似雪咁白一樣。然後上帝就再同佢講，將你嘅手放翻入你懷裏面。再攞出嚟嘅時候，佢嘅手完全已經復原。呢兩個嘅神蹟已經係非常之奇妙，係冇人能夠做得到嘅。上帝就俾摩西知道，如果佢哋唔信第一個神蹟呢，
第二個神蹟出現嘅時候，佢哋必定會信。如果都唔信嘅話，有第三個神蹟可以喺佢身上發生，就係從河裏面攞啲嘅水倒喺旱地上邊，喺河裏面攞出嚟嘅水就會喺旱地上邊變成血。呢件事呢，係上帝冇喺摩西嘅面前向佢做過嘅，只係話俾佢聽佢將會可以咁樣去做。但係摩西呢，經過頭嗰兩次神蹟之後呢，佢都唔敢再質疑上帝啦，反而呢，佢轉咗個方向，佢就話啦：其實呢，我係一個拙口笨舌嘅人，我都唔識得講嘢，我點能夠對百姓說話呢？於是上帝就同佢講啦：係邊個造人嘅口呢？係邊個使人口啞耳聾目明眼瞎呢？豈不是我耶和華嗎？係上帝造人嘅口，上帝使人能夠說話，上帝使人嘅耳能夠聽見，上帝睇人嘅眼睛能夠看見。呢個係回應咗頭先我哋第3章開頭嘅部分，上帝自己睇見，上帝聽到人嘅呼聲，上帝要付出行動去拯救。呢一切源於嗰個賜人眼耳口鼻嘅上帝。於是上帝吩咐摩西：你而家去吧，我必賜你口才，指教你所當說的話。呢段經文對於我自己嚟講，心裏面都好大嘅深刻印象。有好多時候去面對一啲嘅情景，無論係探訪，無論係講道嘅時候，我都經歷到上帝親自嘅將說話擺喺自己嘅嘴唇裏面，我都冇辦法去想象自己點可以講一番咁嘅說話，去為人帶嚟安慰，去為人去禱告。有時見到探病嘅時候一啲嘅情景，自己都唔知道可以講啲乜嘢，我心裏面就暗暗禱告：上帝啊，求你親自說話，求你親自使用，藉着你嘅說話，你嘅信息去安慰嗰啲喺哀傷當中嘅人，安慰嗰啲喺受苦裏面你嘅子民。上帝必定會聽呢啲嘅禱告。我哋好多時候，我哋都唔需要擔心懷疑，究竟我打電話去關心一個朋友，點樣去幫助佢，要講啲乜嘢嘅說話，或者當你要同人講福音嘅時候，你會覺得我拙口笨舌嘅，我唔知點傳。但你心裏面要禱告，上帝就係使你講說話嘅人，讓你眼睛能夠看見，讓你耳朵能夠聽見，佢必定會將合宜嘅說話擺喺你嘅口裏面。只要你真心嘅願意上帝使用你嘅話，上帝必定能夠賜你力量，幫助你喺嗰個處境成就上帝自己想要成就嘅事情。當然啦，我哋亦都要好小心，並唔係你自己毫無準備嘅，就每一次分享信息嘅時候呢，祈個禱，上帝啊，你自己說話，唔係咁樣。喺講台上邊，喺查經嘅裏面，主日學嘅課堂裏面，傳福音嘅事情上邊，上帝都唔會使用嗰啲懶惰嘅人，唔會使用嗰啲呢希望僥倖而獲得榮耀嘅人，因為真實得着榮耀嘅係上帝自己。摩西喺呢度其實睇得見嗰啲嘅神蹟係幾咁奇妙，但係佢心裏面仍然係好多嘅疑惑，好多嘅顧慮，佢唔想翻去埃及，所以佢就同上帝講啦：好啦，你中意打發邊個就打發邊個去啦。於是上帝就向摩西發嬲啦，就同佢講：你唔係有個哥哥利未人亞倫咩？上帝知道佢係識得講說話嘅人，佢係能言嘅，佢一定會出嚟迎接你，佢一見你就心裏歡喜。你要將當講嘅話傳俾佢，我亦都要賜俾你同佢有口才，又要指教你所當行嘅事。上帝已經指明摩西你要去啦，已經預備咗佢阿哥同佢一齊去同行。亞倫呢將要成為摩西嘅口，去講說話信息俾百姓知道，而亞倫同時間會當摩西係佢嘅主人，而摩西亦都要拎住呢一支嘅手杖，好行神蹟。呢一個係上帝嘅應許。於是摩西就要離開呢個地方，要翻返去埃及地啦。故事點樣發展呢？第18節我哋一齊讀啦。於是摩西回到他岳父葉忒羅那裏，對他說：求你容我回去見我在埃及的弟兄，看他們還在不在。葉忒羅對摩西說：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去吧。耶和華在米甸對摩西說：你要回埃及去，因為尋索你命的人都死了。摩西就帶着他妻子和2個兒子，叫他們騎上驢回埃及地去。摩西手裏拿着上帝的杖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回到埃及的時候，要留意將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。
但我要使他的心剛硬，他必不容百姓去。你要對法老說：耶和華說，以色列是我的兒子，我的長子。我對你說過，容我的兒子去，好侍奉我，你還是不肯容他去。看啊，我要殺你的長子。我哋讀到呢一度先。於是摩西就照住上帝嘅吩咐，硬着頭皮啦，就走去同佢嘅外父講：我要翻去埃及見下我嘅兄弟。而竟然上帝開路，葉忒羅就同摩西講：你可以平平安安嘅去。於是摩西就帶住自己嘅太太同兩個兒子，騎上驢翻返去埃及地，手裏面就攞住上帝嘅杖。上帝就同摩西講啦：你將要面對嘅事情係咁樣嘅，你去到法老面前要行出呢一切嘅奇事，但係呢，法老嘅心會剛硬，我要使他的心剛硬，係上帝容讓法老嘅心剛硬，佢必定唔會俾你哋離開。於是摩西就要向法老宣告，上帝講嘅，以色列係佢嘅兒子，係佢嘅長子，所以你要放佢哋回去。你都唔肯嘅話，我就要殺你嘅長子。呢個係向摩西預告咗法老王將會有剛硬嘅心，將會唔容許以色列人離開埃及。使法老嘅心剛硬，可以話喺出埃及記裏面經常出現嘅。而呢一度呢，係第一次。當我哋初次讀呢段經文嘅時候，我哋會覺得好奇怪，係上帝要法老嘅心剛硬啊，使到佢要咁樣去面對呢啲嘅困難啊，定還是有其他嘅原因呢？如果你睇翻聖經裏面嘅解釋或者原文嘅字眼嘅時候，係上帝容許呢啲事情發生，容許法老嘅心剛硬，而法老呢，亦都好多次呢係主動嘅，係自己嘅心剛硬。而喺過後嘅10章嘅經文裏面呢，重複出現咗20次呢一個嘅字眼，使到法老嘅心剛硬，以致要顯出上帝嘅作為，要顯出上帝點樣去遠勝過埃及佢哋所拜嘅神，甚至乎法老自己，佢哋係法老王喺埃及嘅裏面係自封為神嘅，上帝要戰勝埋呢一個嘅神，所以喺呢一刻嘅摩西係要為上帝嘅緣故，奉上帝嘅名去打一場得勝嘅聖戰，所以先至會有以下嘅事情發生。第24節，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，耶和華遇見他，想要殺他。西波拉就拿一塊火石，割下他兒子的羊皮，丟在摩西腳前，說：你真是我的血狼了。這樣耶和華才放了他。西波拉說：你因割禮就是血狼了。耶和華對亞倫說：你往曠野去迎接摩西。他就去，在上帝的山遇見摩西，和他親嘴。摩西將耶和華打發他所說的言語和囑咐他所行的神蹟都告訴了亞倫。摩西、亞倫就去招聚以色列的眾長老。亞倫將耶和華對摩西所說的一切話述說了一遍，又在百姓面前行了那些神蹟，百姓就信了。以色列人聽見耶和華眷顧他們，監察他們的困苦，就低頭下拜。我哋讀到呢一度，24節出現咗一個好特別嘅片段。摩西喺路上住宿嘅地方，上帝同佢再相遇，竟然係想要殺佢。而西波拉即係摩西嘅太太呢，即刻就攞咗一塊火石，割下佢兒子嘅羊皮，丟喺摩西嘅腳前。其實呢一個動作係以色列人嗰個割禮嘅動作。希伯來人有一個屬於上帝嘅分別為聖嘅習俗，就係割禮。要喺孩子出世8日之後，就要行呢一個嘅割禮，證明佢嘅一家，佢自己嘅生命都係屬於上帝。而摩西嘅兒子可能係因為當時根本未受過呢一個嘅割禮，所以西波拉一遇到呢件事情嘅時候，佢即刻就為佢嘅兒子行咗呢個割禮，以致上帝非常清楚明白摩西同佢嘅家人完全嘅係屬於上帝，降服於上帝。件事就係咁樣平息咗啦。而之後故事嘅發展就係亞倫嘅出現，就好似上帝所講嘅一樣，佢非常歡喜重遇摩西，甚至乎呢代替摩西喺百姓嘅面前，喺長老嘅面前去將上帝嘅說話講解一次，行咗嗰啲嘅神蹟出嚟。第31節，百姓就信了。以色列嘅百姓聽到耶和華眷顧佢哋，監察佢哋嘅困苦，即刻就低頭下拜。佢哋嘅困苦，上帝知道，上帝睇見佢哋嘅哀求，上帝聽到。現在就係拯救回應嘅時刻。摩西通過咗上帝嘅試驗，就係為佢嘅兒子行割禮嘅事情。上帝清楚知道摩西嘅一家完全信服於佢，
而摩西亞倫發生嘅事就係因為人信服上帝而展開。喺呢一個迂回曲折嘅出埃及記故事裏面，有一個強而有力同肯定嘅信息，就係上帝對佢自己嘅應許係信實嘅，佢必定會遵守佢嘅約，佢必定會履行保護拯救以色列嘅承諾。上帝垂聽嗰啲喺困苦壓迫裏面嘅人發出嘅種種嘅呼救同埋禱告，並且藉着人嘅參與、人嘅信服，上帝要成就住呢一個嘅救恩。同樣地，當我哋願意信服嘅時候，上帝嘅大能就藉着我哋嘅生命傳遞俾身邊喺困苦裏面嘅人。求主幫助我哋，我哋低頭祈禱。天父上帝，藉着出埃及記嘅故事，你俾我哋睇見我哋嘅禱告，上帝你係聽見；我哋嘅苦情，上帝你係睇得到；我哋心裏面嘅疑惑、恐懼，你都一一知道，你都紀念，並且你會按照住你自己嘅心意喺你嘅時候施行拯救、施行報應。上帝就求你幫助我哋，同樣嘅要存着呢一份嘅盼望。喺聖經當中呢啲出埃及記嘅事跡裏面，我哋睇見上帝你嘅信實，你嘅偉大，我哋願意緊緊嘅跟從你，依靠你。你係我哋嘅上帝，係我哋嘅拯救。你垂聽我哋嘅禱告，奉耶穌嘅名，阿門。